到了这个互动游戏的这个环节。终于玩游戏了，来吧，玩游戏开始。蓄势待发了。两位也是第二次合作嘛，就是跟第一次比会有什么不同的？你们二大有什么感受？我觉得起码他第一次看到我的时候，不会看到我就笑。没有，是你在笑。不是啊，我说我们第一次合作的时候，没有你见到我就笑吧。哦，这里还有一条问题。哦，这个。也要说，但是呢，我们快磕。不是，我觉得你真的说的很好，但是我看着你就想笑，已经成了肌肉记忆，对不起，对不起，冒犯了，真的，但是说的很好。对不起。但我就看着你想笑。行，我的错，对不起，同学。我现在就像一个高强度的电灯泡，我很想出去，你知道吗？那接下来呢，就是我们一个我们说小游戏环节了。来了。那跟大家当然说一下这个规则啊，叫哇哦 CP 默契值考验。在完成相应挑战获得相应分数，3轮挑战后默契值超过60分就及格。好，如果不满60分，则要接受本人的这个黑暗饮品惩罚。我会说一个限定范围，然后你们2个人呢，每个人说出一个字，就连成完整的词汇就行。水。我换一个，对不起。那你讲一下水。水管工。什么？水管工。都有吗？你叫什么？师傅。你说我会想水管工的道路，好吧？麻。辣。烫。李。墨。抽。我要让化。妆。化妆品不行啊，你要说。棉。这也可以。我傻了。黄。胆。小。鬼。有，他之前上了戏。难不到我们。难不到他们赢了。10分了，30分了。那算他的满分吧。算。可以。那第二关呢，是这个背上猜画。具体规则呢是一个人在另外一个人背上画一个简笔画，另外一个呢实时根据后面画的内容在纸上临摹。对比画就是如果2个人画的差不多那你就加20分，没有一致则不加分。你不知道我画的是什么？我看过你画的画。好。我看过你的作品，我知道你要。请问大概的水平是啥？一笔。好，你慢一点。好。好痒。你先搓一下。在这下背可以吗？这可以吗？你先搓一下吧，好痒。那这个位置。好。好，你准备好了？月亮。不是因为这个很简单。这么简单的就放他们过了。行。那也行。耶，60分了，他没有及格了。他们已经及格了。我们后面可以。好了。好吧。那怎么说？这可以躺平了。好，那我们第3关是什么？我们戴耳机。哎，那个也好玩。戴耳机猜测。这个最不好玩，你过去了。规则是这样的，2人戴上耳机，1人形容，1人猜，然后一共10个词，每个词5分，限时4分钟。不是，我觉得这个很适合你啊。关键是我的头发也压不了。那行，我戴，我可以的。你戴吧。好，可以。没事，很适合你。好像电竞小子。你们是要喊弄龙吗？你看我，他这个你演过的。艾丽娇。我们刚刚在哪上班？什么？我。这是伤心面馆。7个字。77。你我想你4个字。我想爱你。哇！我们的 CP。甜椒 CP。下一个。哇哦 CP。这个。哈，3个字。掏石头。柠檬林。
差不多。还柠檬精，对，娃娃 B 站，电视，四个表字，情， 4个字。愁眉苦脸。哔哩哔哩，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？什么？你昨天晚上吃了什么？火锅，红地瓜，动词。吃火锅。对。经过了什么最终的抉择之后啊，恭喜大家一共是获得了90分。我在旁边，我今天笑的我的这个笑肌都在疼啊。那其实也是非常感谢我们的2位演员今天的来到 B 站扫楼啊，也可以分享一下最后扫楼的感受，同时也向我们的这个网友们安利《3月有了新工作》这部剧。希望大家能在3月有了新工作的这部剧里面得到一些治愈，也得到一些温暖，能够成为3月有了新工作，能够成为大家一个温暖的地方和温暖的归属地，是我们的荣幸。谢谢大家支持我们的3月有了新工作。我跟他想的一样。就是希望大家看完3月之后能够有一些想法，或者这个剧能够带给你一些思考或者不一样的东西。真的希望大家看完这个剧之后，也能在发现面包馅多了一点的时候，也能感到很幸福。在这个乱七八糟的生活当中，也可以找寻到一些的快乐。那也非常感谢今天2位演员来 B 站扫楼啊，也请大家多多关注3月有了新工作。